下面这个宋词当中的话呢，就是它的作用，这个四义法啊，就是四法义。四法义呢，就是中所和别所分两个方面，就是首先是中所，如此圣义广，慧眼正开也。定见佛者，诸举大会者，有经至妙道，显密称法理，难得随意惑，莫明空无果。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前面就是所分析的一样，就是如此按照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当中呢，真的佛陀亲自授记的呢，就是龙母菩萨和这个无主菩萨他们的这个教法的话呢，归纳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所有的84000法门。然后我们对这样的这个僧派和这个光派就是也就是说唯识宗和中观宗的这个教义呢，应该就是增开智慧，有精信闻思。精信闻思的人呢，就是他有开智慧；没有这精信闻思的话呢，那什么叫做中观？什么叫做唯识？他一窍不通啊！就是有些人是现在根本不懂，然后故意诽谤啊，这种现象是非常可怜的。你一定要起码要花一定的时间，就是在里面这个做分析、研究、分析、探讨，就这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如果我们对僧光法门呢，就是精信这个闻思，打开思路，打开智慧，打开智慧之后的话，一定是能见到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主的30方诸佛，以及呢就是龙蒙菩萨文殊这个文殊菩萨和弥勒菩萨，以及这个我们这个印度的龙蒙菩萨、无主菩萨为主的6大庄严、2大殊胜，还有呢就是2大稀有论师等等，他们的这些僧者的这个教言，具有就是广大智慧的这些僧者的这个教言。那么他们这些僧者的教言的话呢，是只是通过这个殊胜的妙道就是也就是说，这种妙道的话呢，就是机也是安乐，道也是安乐，过也是安乐的就是机道过，就是可以说是妙乘、妙入、妙道，就是也可以这么讲，就是非常安乐的，就是不需要就是很多的这个痛苦就是这样的一个殊胜道。这样子殊胜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显宗里面刚才所讲的僧光二派。然后在密宗当中呢，就是密宗这个外续和内续的，就是所有的这些密宗的这个教言。因此呢，我们就是对这些僧光法门和对显宗密宗的这些教言呢，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这个勤奋的这个学习。没有这样的勤奋学习的话呢，恐怕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的一些人的这个根基比较差，智慧呢比较钝。然后呢，你这个随便呢，就是通达这个开悟这一点就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就是有些可能就是遇到佛法呢，就是很早的，就是还是很荣幸的。不知道你们心里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是这样的，就是真的是这个今生当中遇到这样的这个佛法和上师呢，还是觉得是福报就是非常大的。否则的话呢，就是芸芸众生那么多而且邪知邪见满天下。就现在我们在这样的这个社会当中呢，你不要说是真正的显宗密宗实践的一个真道，实践的一个就像中国传统文化以前的这个孔孟之道这一点就是学习的人也是就非常罕见的非常这个稀少的。现在看看就是很多人这个西方这个文化和一些东方文化的这种冲击连实践的基本的一些人规都没有的这样的人呢，就是现在是这个越来越多。在这样的非常复杂的环境，非常这种混乱的这个时代当中呢，我们遇到了像如意宝那样的，遇到了就是昙花难以现世那样的这个佛法这个进化呢，确实是不容易的就遇到这种佛法，而且自己呢有这个信心。有些人呢有这个出家的这种因缘，有些人虽然没有出家的因缘，但是呢你还是有这个闻思修行的这种意乐和这个缘分。所以呢，我觉得这是这个非常难得的。我们现在对这样的显宗密法、显宗密宗的这种发扬呢，现在有幸于呢，就是已经难得的如意宝已经有获得的机会。所以这样的这个法已经获得的话呢，大家都是不是那么这个平白无故，就是轻而易举就是获得的。应该这种这个机会呢，就是非常这个难得的就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确实是，如果你在这个失去的话呢，就是永远也是不会这个恢复的。因此大家呢，千万不要这个空的这个过去了，就是意思就是说。
你既然遇到了这么殊胜的妙法的话呢，你不要在这个放弃了啊，这整天的是这个懈怠啊，这整天的是做一些无意义的。有时候呢，人的众生的根基不相同啊，有些人是很可怜的，该学习的就是这些神圣的佛法呢，他没有学习，然后不该这个学习的一些世间的一些，比如说我们上网啊，就是现在一些世间的非常这个糟糕的一些垃圾学问的话呢，他就心则勃勃，就是很有这个兴趣，就是这是业力现前。真的是业力现前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这样的这个时代当中，大家呢就是千万就是不要这个空过啊，这是蒙婆仁波切也是宁母空无过啊，就是让大家呢就是没有这个享受到佛教的甘露美味啊，就是然后你随随便便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就这样过去了以后呢，那真的非常的这个可惜。这杯光尊者呢，就是也是很形象的，就是说了一些这个恶人的这个修行状况啊，就是有些恶人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就像野牛一样的，就根本不屈入真正的这个佛教。然后到了这个中间的时候呢，就是对文思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憎恨啊，就是没有这个兴趣，而且呢，就是每天都是不断的忙碌，或者是这个奔波希求这个世间法的。然后最后的话呢，这些人他随着这个恶友啊，随着恶友呢，就是业绩颠倒，就是自己以前是修行人的话呢，最后都变成这个非修行人。最后这种人呢，处于这个命运当中的野人一样的，就处境非常可怜了啊！就实际上在实践当中呢，真的有这样的人是非常多啊！就邪知邪见的人，虽然从表面上看到这是大学生，这是这个有一定的学位，但是造恶业的时候呢，每天都特别擅长；然后造善业呢，就是一点兴趣和一点娱乐都没有的。这种人在我们的这个诸位和附近呢，也相当多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变成这样的。人生过得很快的，有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就是做的分析一样的，人造一点事也是好的，因为现在是已经皈依佛门，对佛有虔诚的信心，在这样的这个状态当中呢，失去也是一点都不可惜的。如果你最后业绩颠倒，就是生邪见、诽谤因果，然后在那个时候死了呢，真的是就是非常这个可惜。所以呢，我们就是大家就千万就是再遇到这么大的这个困难的话呢，就是不要这个舍弃佛法如意宝，这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应该有一个就是这种誓言。啊，就是自己这样想，就因为我们人的心理的这个力量和作用是相当强的啊，就自己都是在想，就有时候呢，自己默默的，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好好的合掌发愿，我都经常这样的，真的啊，在很多人面前有时候是散乱着，在课堂上也这样的，但是在自己静下心来的时候，早上起来也是这样的，晚上睡觉也是这样的，就默默的这个祈祷，就是但愿我生生世世呢，就是不离开这个就是三宝，就上师三宝，但愿我生生世世呢，就是不要就是离开这是出离心和菩提心和无上大圆满的殊胜境界。这是我们时时都要发愿，时时都要祈祷的话呢，逐渐我们的这个心呢，也是毕竟是有为法的原因呢，它会转变的。以前是很刚强难化的，但逐渐呢，就是会如火，会跳入，最后呢，也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境界和感觉啊，就这一点是我想每一个人也可以开发的。所以下面就是讲那个下面再讲一个颂词啊，此句四种理具备妙慧光，不随他转至定生四法义。不拘入社会如盲一盲人，为民具医疗，思以成颠倒。其实这个具会讲呢，真的非常好。不过我的是不管看什么法讲什么法，就是自己虽然讲的不好，但是信心是有的，就是对每个法的信心还是很强的。然后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这个佛法的这个美文呢，就非常难得的。但是这样的佛法如意宝的这种美文呢，也是没有这个一定的这种真理啊，没有智慧的话，那可能也享受不了的啊。就像现在世间的一些财富是比较多的，但是没有福报的人呢，就是他可能赚钱也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谁能真正能享受佛教的这种美味呢？就是我们就是必须要记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作用力、观待力、然后法尔力和那个真诚力啊，就是四种真理。四种真理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对名言的法和对深义的法呢，就是一定会是了解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呢，没有闻思就不懂这个佛教。我有时候看见一些寺院里面啊，就只是那个就是功夫就是功夫拜佛啊，然后呢就只有一个早晚课，就是没有这个学习佛法，就是觉得呢，当然是念诵佛法是念诵佛教的这种经文呢，就是有功德有加持，就这个没有什么。但是我
们人的心里面真正升起来啊，这个佛法如意宝真的是了不起啊，有这样的境界呢，就是很难以升起来。所以我们前面所讲的那样的，通过4种这个真理啊，通过4种这个力的途径呢，就是在自相续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充实自己呢，就是具有这个对世俗谛和对生意谛的这种智慧的光芒。如果我们一点这个智慧没有的话，那就是恐怕这个人生难得修得圆满的话，也有一点困难。观无上法的话呢，也有困难了，就是有一定的困难。我们现在看到一些外面的有些人的话呢，虽然就是出家多年了，修居士戒已经多年了，但是佛教的基本道理呢，就是还不懂，整天都是造业，就这是不合理的。因此，通过这4种真理来，最后的话呢，在自己的相续是完全是被佛法的智慧呢吸引住，然后呢，依靠什么样的外缘也是不会被它转折的啊。就我们中观传论里面说是不随它转，就是不随着这个外面转的啊。就是我们在那个有些就是遇到什么样的逆境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智慧呢，就是再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动摇的。现在我都这样想，有时候我们在座的一些各位呢，可能是待的时间比较长了，闻思的时间比较长了，这样以后的话呢，虽然没有很明显的这种这个田眼通啊，就是这些境界，但是呢，一般这个一些离境呢，外缘的话呢，就是不会转变的啊，就不会转变的。我刚来到这个学院的时候呢，虽然闻思的不是很多的，后来我回去我家乡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领导和我们练个1晚上的辩论，就是后来我好像这个理解方面呢，他虽然不承认，但是呢，我的这个理解呢，我也学了一点点英明和中观的道理，我就完全能辩护。完全能辩护的话呢，那个人最后很生气，就是他一直说是绝对不是，绝对是假的，绝对是假的。他一直这样说，除此之外就是什么理由的，就是说不出来。就是让我们以前还是我读中学的时候，我们算的比较好，但是我们见解是完全是不相同的。他说是毛泽东很好，毛泽东很好，没有这个佛教是根本这个信心没有的，根本因果没有的，就是他一直这样说。后来我们就开始这个，刚开始我们谈得很好，就是最后呢，就不行了，就是一直1晚上的弄，然后早上的时候他叫我吃饭，我心里不舒服，我说不吃了，我就离开了。所以有些时候我当时也这样想，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学什么英明呢，没有学的话呢，因为一方面我们关系也比较好，就人关系好的时候也容易吸引；一方面呢，就是他当时也说的客气着，如果这个因果不存在，就是反正说了一些相似的道理，很有可能就是转变的。所以我们有4种这种真理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自己有不可改变的这种智慧的话呢，不容易。就因此呢，就是对这个四义啊，就是产生殊胜的定见。所谓的四义，大家都知道，就是不依人，就是应该是依法啊，就不能依啊，这是某某善士啊，他好胖哦，好好看呐，这个是听说是法王啊，听说是康伯啊，很了不起啊，这是一个名声，就是如果这个人的境界当中没有真正的佛法的话，那依人就是不依法了。就是我们现在末法时代特别多，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话，基本上是依法的人很少很少，依人的人相当多的。就这是因为是我的上司，这是因为是这个是什么什么寺院里面的了不起啊，就所以就是这样的。但具体他有没有这种功德，谁也不观察。所以这个应该按理来讲呢，就是不依人，就是依法。然后这个法里面呢，就是有些是词句非常好的，有些是意义非常好的。但我们应该不依这个句，应该依法啊，就依意义。啊，就是像我们词句一些思学啊，就一些戏剧啊，就这些方面呢，佛法当中也有一些为了吸引众生的有些，但是这些词句呢，就是不重要的，应该是要这个意义很重要。就像我们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出离心、菩提心的方面的这些意义呢，就是很重要。当然，这个意义方面的话呢，也有2种，就是有一种意义呢，就是了义的，是最究竟的意义啊，是最究竟的；有一种意义呢，就是不了义的，就是为了众生的根基不同啊，让佛陀呢，暂时给他们说一些不了义、不究竟的这个法要，所以我们要选择最究竟的这个了义法。而这个了义法呢，也有一些是这个心识境界，也有一些是智慧境界啊。就心识境界的，就像我们俱舍论和对法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诸子的这个本体是无常的，这些什么的话呢，就暂时来讲说我们心识也是完全能领悟得到的，但这个也并不是最究竟的了义。最究竟的了义是什么呢？诸佛菩萨所境界的远离一切细论的空性啊，或者说是一些灯尽无二的这个实相啊，这些都是智慧的境界。但我们现在呢，毕竟是凡夫人，这个没有依靠这个心是不可能的，但是最后要选择的智慧的这个境界，所以这叫做是4种这个依啊，就是4种这个依靠。
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定要通过4种真理呢，就是自相续当中升起了智慧的光芒。然后具有智慧的光芒的话呢，不容易被他人转。在那个时候呢，你按次第的就是升起4种这个依法，升起4种理。下面说，否则的话呢，就是不具如实智慧。如果你没有具足不随他转的这种智慧的话呢，那这个人就是很危险的。就像是依靠一个盲人呢，就是依靠盲人的话呢，那可能是在这个堕入悬崖当中呢，就处境相当的这个可怕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自己的是不具足上面所讲的这4种真理的话呢，可能人与业余呢，萨迦班智达所说的那样，就是知则知观察，什么那个愚者呢，就是随身笨呢，是这么一个教言。所以愚者的话呢，就是他没有什么真理，听说是这个上师很好，就是跑到那个上师哪里去，那个上师不好，就是说这个是个假上师，然后马上开始汇报，就是听说这边来一个真上师，又跟着就是那边去。我们去广州的时候，有一个居士不知道，有些说是这个上师很好，让我们去哪里1至2、3天的时候，有好多居士说是这个上师不好，那个上师也很好，然后我们又跟着那个上师3、4天以后，有别人说是这个上师不好，那个上师也是很好，然后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抉择，上师是非常多，好的人也很多，不好的人也很多，看我现在怎么样的分别抉择好，你给我开始。但现在这样的这种开始还是很困难的。如果自己有一点智慧的话，那不管说别人好，别人说不好，就像按照那个这个经典和论点里面的要求，就是抉择的可以。所以现在有些呢，就是为了就是名声很高，就是二取一致的，就是这种这个依任就是而不依法的。然后有些呢，就是为了这个词句啊，就是这个好听啊，就是现在表面上就是这个词句很华丽的，或者是有美妙动听的一些语句啊，很多人的就是听这些这个歌听一点就是根本不修行的，这就是一句就是不依法的。然后这个法里面也是疗义，就是通达的呢，就是不疗义和还有呢就是心识对境的就容易通达的呢，就是这个不疗义的法和这个心识对境的，不容易通达的呢，就是最疗义和智慧对境的。可是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不以这个什么智慧对境的，也不以疗义这个对疗义的这种法，而依靠这个不疗义和心识对境的这些法，这些都是这个不合理的。如果我们这样下去的话呢，那就肆意就颠倒，肆意颠倒的过失，肆意不应该颠倒的这些道理的话呢，我想下面这个论文当中也会进行阐述的。因此，我们记忆会见当中呢，真的虽然文字不多，就是100多个宋字，但是呢，就是里面的这个有些教言呢，我都这样想，就是很早的时候的是有这种想法，就是给大家传了以后的话，肯定有很多人就是从中就是获得了非常殊胜的利益。因此，我们光是在课堂上讲一下就不行了。我希望你们呢，就是把这个课盘和宋词讲义这3者呢，就是结合起来。有时候你没有时间的，没有这个其他事情的时候呢，你把课盘里面一个一个分析一下，神义谛是哪些，实数谛是哪些，然后神义谛里面真神义谛、假神义谛是怎么样分的，然后实数谛也是真实数谛和假实数谛怎么样分的，这2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样慢慢分析之后的话呢，逐渐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被这个智慧吸引住，然后呢，就实践的这些邪魔外道，不要说实践当中的最高强的一些现在的就是最顶峰的一些科学的理念呢，也不会抢夺我们的这个信心和智慧。就是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信心和智慧呢，很坚固的、坚实的。如果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修成的话呢，那就是这个佛法的这个奥义呢，就是我们也会这个通达的。否则的话呢，就恐怕就有些人是表面上学一点，但是呢，就是在实际的有些疏疑呢，就是也不一定是很大的。因此大家一定要就是对这样的殊胜论点呢，就是认真的学习，这就是我们的也是一种这个福分吧。我始终觉得是我们人生难得，但是遇到这些佛法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我觉得是真正的智慧的、最疗愈的、最殊胜的这些法呢，我们这个有心就是相逢，有心呢就是修行，就是这就是大家的一种这个福分。大家呢把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机会呢，就是不要这个失去。每个人都是应该就是
再三的思维，就是切切这个关心自己的这种今生来世，永远想到众生的这个利乐和痛苦。这样以后呢，我相信我们这个修行会这个成功的。否则的话呢，学的人多，成的人呢就是也比较少，就是这是魔法时代的一种弊病和现象。因此呢，大家就是始终都是要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多思维一下，学到一点点的这个法呢，都要这个处理轮回，利益众生，就是这两个环节呢，就不要这个离开。这样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修行呢，真的是哪怕是你在这个实践当中住一天、住一年的话呢，有一定的这个意义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就是一直跟实践的人一样，就是整天的是混呐，就这样这个生活的话呢，就是。那天有一个人说是你的这个同学里面混得最好的是不是那个人？我说我的同学全部是天天混日子，你不要这样侮辱我们。他认为说我的同学全部是混世间，其实也是世间人真的是就是这个混世间得过且过就这样的。我想我们大家呢，就是也不要整天的是混世间啊，中午吃什么，下午吃什么，就除了3顿饭以外，什么都没有什么考虑的，那就不合理的。就是不要把思维全部都是放在那个吃饭方面，就是一定要就是想到我怎么样利益众生，我怎么样这一辈子的修行呢，就是圆满成功，好好的这个祈祷。好，今天讲到这里。